好，歡迎返到嚟 FT Teddy。今日嘅香港時間係2026年嘅3月17號啦嘅晚上嘅8點半左右。咁今日嚟到星期三、星期二、星期三啦，亦都係 Teddy 嘅一個嘅週報 Bitcoin 啦。咁稍早前嘅時間咧，我亦都平咗我稍前喺2月份就開嘅剩餘2粒 Bitcoin 嘅倉位，咁賣出嘅位置大概73000左右。咁至於點解我會喺呢個位賣出咧？其實後續我都有一啲比較擔憂嘅因素，就係其一啦。Bitcoin 亦都未好完美咁 hit 到一個 TP2 嘅位置啦，甚至乎開始有少少上漲動能不足嘅情況出現嘅。咁所以我喺呢個位置亦都選擇咗賣出啦。同埋我後續嗰啲擔憂嘅位置就係 Bitcoin 有機會會重新回落到69000到68000呢個區間嘅。咁我嘅比較想買入嘅位置就喺呢個位咁樣咯，重新做大倉嘅一個位置，咁喺呢個位置嘅，係一個 area 啦。咁我嘅建倉位置喺呢度啦。咁可以見到其實 Bitcoin 喺早係3月8號去到呢個17號 around 一個10日嘅時間上面係一個嘅 keep 住一個動能上漲啦，可能係關於一啲嘅政治因素啦，可能係關呢啲打仗事啦。OK， 咁 whatever 啦，咁我一個分析層面上，我淨係睇圖表咁樣嘅啫。咁喺圖表上面我見到嘅就係佢下面未有任何嘅回調出現啦，咁同埋一啲未認證嘅資產啦，咁我嘅睇法啦，咁佢有機會會重新回調到一個89000嘅位置啦，亦還是係會重新掂到65000呢個位置都唔出奇嘅。呢一個情況上面係，咁 Bitcoin 要再經歷多次回調先啦，喺短期內可能未來嘅一個禮拜入邊啦，會出現一個小型嘅回調嘅。呢個係市場必然嘅定律嚟嘅，咁視乎睇下佢會出現喺呢個 area，抑或是下面一個 area 咁樣，咁所以就有一啲因素啦，令到會喺呢個位置賣出嘅。咁我暫時嘅建倉嘅績效啦，就會係咁樣啦。咁由呢個2月13號啦 ，OK， 去到呢家嘅3月17號，有冇30零日左右啦。咁一個 demo account 啦 ，TradingView 嘅 demo account 啦。由一個10萬蚊去到 OK 13萬左右，大概30% 嘅一個績效咁樣咯。咁喺呢個嘅數據上面，其實亦都開始慢慢反映到，其實一個有效嘅系統，其實要去一個時間認證啦，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嘅一個數據去俾你睇，你呢個 system 係 run 到咁樣啦。咁 so far 就呢家 run 咗1個月咗，都 OK， 都唔錯嘅績效咁樣嘅。咁係啦，咁所以就嚟緊呢一個禮拜啦，甚至乎嚟緊呢10零日啦 ，Bitcoin 嘅睇法啦，個人睇法啦 ，OK， 係有機會會重新回調到呢個68000嘅位置啦，或者亦都有機會會回調到落去呢一個位置嘅。咁呢兩個位置可以分批建倉啦。咁同樣地啦，咁指示位置都要錫返約莫6萬，咁其實都可以 push up 咗上嚟㗎啦。62500左右啦，仲有一個嘅建倉位置嘅。咁如果着個 demo 就可能會係咁樣啦。OK， 呢個咁樣嘅績效。OK， 咁約莫呢度啦。咁同樣地嘅。咁大概1:1左右啦，咁其實都比較激進嘅。咁呢個就理想型嘅建倉啦。咁另外一個位置就係約莫喺呢個位置都係，支持同埋呢度金錢上面啦。咁視乎翻唔同嘅呢個嘅投資比例啦，呢個風險建倉啦，去做翻一個嘅投資選擇意向咁樣嘅。咁做喺呢個位置其實都仲差少少，差10零點啊。其實我係已經買到啦，但係就差少少到啦，咁有啲可惜嘅。咁因為就呢度就一個再靚仔啲嘅績效出到嚟啦，around 成1萬點嘅捉到 Bitcoin。咁唔緊要啦。咁嚟緊後續就睇下 Bitcoin 會點樣回調啦。
有機會會落翻去呢一啲嘅點位俾我哋最後嘅一次加倉，係啦，咁係啦，咁呢條短片就大概係去到呢度啦。咁輕輕咁喺開市之前，再講一講 Bitcoin 嘅嚟緊有機會去向啦，同埋逢星期三咧都會出呢個嘅 Bitcoin 嘅週報啦，去預測嚟緊可能一個禮拜、兩個禮拜或者短期嘅走勢為主嘅。係啦，好，咁多謝大家收睇啦。咁如果鍾意呢條片嘅，可以 share、like 同埋訂閱嘅。好，多謝晒大家。